来看加沙地区的人道停战，目前界上是有共识啊。即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拢同意，针对着加沙的北中南三区进行有限范围的停战，或者小儿麻痹疫苗等医疗物资会当对埃及送入去加沙。啊，那负责超切的埃及、卡达等国家是希望讲，这暂时停战会当变作是长期停战。不过，以色列政府就破白讲，伫停火范围以外时间抑个地点，军事行动同款会继续。根据各方特成协议，停火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每一个阶段以3天为原则，表时延长到4天。首先是由加沙中部开始，随后是南部，最后是北部。当时停火只有日时2议，对早时6点到下晡3点，互已经伫埃及甲加沙边界等待，未在即个小儿麻痹疫苗车队用来入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员讲，小儿麻痹疫苗必须爱注射2剂，所以讲每一个阶段爱分做2轮来进行。A two-round polio vaccination campaign will actually start on the 1st of September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each round of the campaign, the Palestinian Ministry of Health, in collaboration with WHO, UNICEF, UNRWA, and partners, will provide 2 drops of the novel oral polio vaccine type 2. So-called NOPV2 to more than 640,000 children under 10 years of age. WHO 进前发现加沙一个10个月大的囡仔，因为为着小儿麻痹第2型的病毒株，而未行在床。当时以色列方面也烦恼讲，有这传染性的病毒若是无加以防治，有可能会越境探到以色列境内。分做3型的小儿麻痹病毒，第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伫20世纪末进前来绝迹，只有巴基斯坦甲阿富汗还有一点仔病例。不过，这摆 WHO 伫加沙发现第2型病毒株，是当地25年来头一摆看到，大家拢真紧张。尽管第2型病毒围着了后，症状大部分较轻，不过以加沙伫战乱的严重破坏公共设施，甲真恶化卫生条件，注射疫苗正做即阵上要紧的代志。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